岂能有公子身，多为天岁将臣配，满街独thấy欢喜呀。老爷回来，我就不能再来了。哦，那么你求小姑娘好好的等等。我去看戏啊！哎，我看戏嘞，丈娘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进宫，花开门，来听来响响。
林梦尘，二姑娘真好，心也好，小姑娘不可以叫你心，我不怕姑娘夸我再得劲，怕只怕错过了今晨。怎样？弟弟下雨回来，我要关进寺旁，各关了关门，我要回一声。
啊
金毛，金毛，这娘舅，娘舅，娘舅，金毛，我是你，当你，娘没当我，干嘛？是吗？你没骂我，我等我骂你可给啥了？好的。娘舅，你有什么事？聪明人不用问，娘舅还是罗生。我可是输光了，有点姐姐。呀，爹呀不错，想我将不羞弄的啊，娘，没有年纪，刚才家店查见个东西，去做做当的了。娘，干嘛小气啊？我自己来走。哎，好多一个东西啊！里面一定出奇的东西。哎呦，嘎头啊！说不定有太多。耶，是个小医生，坐到下椅子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
先找找看。是。塔上里面有手。应该是他们救活了。对的，他们救活的。我就没事有奄奄一息，塔上救救他吧。好，快把他们到船上去。是，开船喽！不接就算了。就是他！喂，我家公子呢？公子外的小女现在不接了。不想有阴道，只想讲清爽。越想讲清爽，越是不清爽。各位见多了呀，你们可认真的仔细想知我。在家里，快点回去。他胆刁民，你们快将每位公子会师灭请你在营，从这里走来，从这里走来。多了呀，林公子不要来到我马上的房中，他害怕被我继父发现。是嫉妒金小嘴，不小心啊，冷杀。这里雨雪哪里哦？意大利啊？那我们回来就回来，金山落的许，家境贫困，盯着你们今日请你每位公子，将他葬了这龙香。多老爷，小人家财贫困，吃色本文，就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啊！生无没财，财在哪里？啊，财倒是没有啊。那我们，破养子不当饭吃，不会早生。来呀，有与我打！好。老爷兄。
情
是真心相爱，那么你想他平安无事，还是要与他心结连平安无事？好，于是立即派人送你回家，向你父母保护平安，告诉曹行远撤销这场，这样你恢复住你的皇孙公子，他呢为退伍爹妈派他的退伍，两相平安无事了啊！能说，不要与他西进两远，难不都是云？是非呢？是非什么？是非你死了。听说是叫你家中真的猛死了。是不是要叫我真的猛死吗？也曾。你平到家门里，看着你忘情归情去你这将四平破人，四将他的娘。
前来了，命他进去。为了此地风流哦，我是三叹不已，夜不眠。蒙生拜见恩师师母。你来做成。蒙生还是多方开顾啊，此地确实看到金姑娘，昨日上午我去，我怎么做成这种事嘞？听众啊，听众，我儿死得惨，想不到你还要污蔑于他9千之嫌。哎呀，恩师息怒，我已经确在此次，而且做到李东当大人来了，他也是这样认为的。相什么？我儿刘万金，你竟让李都当插手？相爷呀！那一年我定做得真情事，你是出高官，你竟然是东考官。司机，他不了那个李恩师，却管向你这个老恩师顶着了。不，门生今日等人也将恩师师母禀告我去，而是替李都当大人装啊，他来拜访相爷。相爷，你竟然来多过汉室，你要叫他下不了台。父亲，你暂且进来，我自己自查。我才刚才平复而已，看来这个李青娘这是个短命的主意。有请李都当。是，有请李都当。李都当，你出行踏州来到绍兴，有何贵干啊？莫非听说我家出了事，你是来看热闹的吧？不，相爷，下官是他来问了相爷，何负无声的呀？听说你一到绍兴就研究起我儿的案情，我家的事何用你这样操心？嘿嘿，这大官子寻常，不寻常，不寻常，非是无声，非是强，哎呀，非呀是强，年轻人也是光环起火。我儿既然活着，就不
结这场婚事。好，此次来做媒，我是做不成了，做不成。相信，既算是媒公子真大忠，心相连，刚才归身放姑娘。其实不是他的头，你要让他一家向老弟诉对，老弟所存。夫人，不过李督他，是要我们这的女子和他一家出去，必须一我一钱。哪一钱？这一切他必必做得到，你也必必管得应。请见。是他放了我儿女，关系不成心难移。还有金龙车老门来，此非他匹马太小，再唱我来成亲相爷夫人，你们是要今后替你孩子收获瓜吗？这是对他的责任啊！好明白了。你们不让年轻人活着成上，却要今后替死人添悲。好，天没求添悲，我替今后答应了。不过，相爷，你可不要反对你。老夫一言既成，岂有反悔之理？哎妈，相爷，我还不放心，我俩必须三结账。三结账，三结账，既无三结账，好，我听众谈，你将他家从监中放出，是何的做？太叫他匹马带小子，是三结账。
你们怎么这次大喜？相爷夫人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我儿拜堂成亲的日子啊！林公子拜堂成亲，你是他媳，怎么不孝啊？孝，孝，哈哈哈哈哈！新娘金红走上。马驹。
并不曾死去万文的林风尘现在李靖呀，李靖呀，进宫。
我说呀，哎呀，万岁，臣不曾做他的儿子，乃是救他的儿子。臣没有骗婚，乃是臣想给我三七章。答应的呀。有些明白了。说老丞相老高明进宫，老丞相老高明进宫。既然不曾先告状，请万岁面判李靖也。老夫参见万岁。老丞相，听李靖两说，是你与三局长为比，答应红尘儿与明玉金龙成亲的呀！哎呀，万岁呀！已经让七郡皇上当面说话，老臣只答应那女子与我那死去的儿子陪堂，必同意与我那活着的儿子成亲啊！为什么不答应与活着的红尘成亲呢？万岁！儿民们他还礼，天长子民多相称。人我光红尘自然随命，死于谁不能忘天恩，三与子女乱配婚，万岁你你不守信誉，来呀滚你！我给马走在天天空，万岁生，光明是他俩。你们这个旨意，红尘儿可依允啊！儿子的婚事嘛，应当父母做主。不必问他是否愿意。今天既然高到这在，这倒有些文文这位年轻人。李靖呀，林梦辰是不是陪你上起来了？哎呀，万岁！我将林梦辰和金龙都带来了。我们将门司令公子的新郎子也带来了。传令梦辰，传令梦辰。开心很开心。家常来龙来冲上。
如此视听众生，可是团他的贼。你也不团他的贼，干嘛团他的珍贵？也不团他的珍贵。你既说不团他的荣华富贵，干嘛不领咱们当得是谁？老人家我老高的为从中谢你的呀。是呀，只要令我奉存，心团你情，我们还要亏尽亲近咱亲。以后万岁都死了，难道你想抗旨不成？讲啊！讲啊！哎呀，万岁都要把姑娘杀了！你要听进宫将阵王万日为新，将阵王，将阵王，请万岁息怒，此事进宫办不到。
的你与金龙争抢，只需私有的你和他拜堂。我看你们俩万事私了我同情你死你们死你们！哎呀，范叔！可见我有才有貌之超群，那一点比不上名门千金。比不上一生去草堂。龙